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7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怡芝。咱先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总统发表上述单位针对两岸坚守4个坚持，蔡总统强调和平是唯一的选择。上述台电邀请各地头的赛艇来表演，顶现落赛机架。台南朝兴宫100年金赛艇是3只赛组同时出动。以色列甲哈马斯组织相战超过1600人死亡。以色列下令封锁加沙地区，要让哈马斯付出代价。今仔日是双十节，双十大典主题是民主台湾言论永续，嘛是总统蔡英文任内上尾一届伫大典发表谈话。回头先讲到咱台湾拍拼30党，家己打造长水蓝。蔡总统嘛讲到执政7党的成绩，针对两岸的关系坚守4个坚持。蔡总统强调和平是唯一的选择。总统蔡英文入来最后一摆发表国庆文告，主题定为自信根本、国家前进，和世界因为台湾更较好。那第一部分无前进就倒退路，无奋进就方决定命运。蔡总统起头先就先讲到江南国主经过30年总算做到啊。我们终于做到，我们的国防自主再跨出了一大步，国军不对称战力再向上提升。我们更再次展现守护中华民国台湾的决心。我相信，全世界更会认同海空军舰是为了守护区域和平稳定而破浪前行。面对科学情势，蔡总统强调，为2016年以来一直信守约束，维持现状。再一次表示坚守4个坚持，也强调两岸分歧需要透过和平方式来解决。我要再一次强调，和平是两岸唯一的选项，以维持现状作为各方的最大公约数，就是确保和平的关键之要。我们愿意以台湾的民意共识为基础，以对等尊严为前提，以民主对话为程序，以维持现状为核心，与北京当局发展双方可接受的互动基础，以及和平共存之道。在最后一年的文告中，蔡总统也讲起7年来政绩，包括婚姻平权、年金改革、甲基本工资条起定，感谢台湾人民，予伊2摆机会担任中华民国的总统。这几年来，施政有所成就，也有不尽如人意之处。身为总统，我责无旁贷。各位国人同胞，蔡英文的任期会停在明年的520。但国家要继续前进。蔡英文也发声，希望在选举的竞争过了后，朝野政党会当放下激情，内部寻求更加大的共识，对外团结一致。这是对国家的共同责任，用对台湾祝福来结束。台湾加油，中华民国加油！谢谢大家，谢谢。记者综合报道。今年的双十大典，中华职棒的选手甲马竞高中合唱团带头领唱国歌，有吊挂国旗为空中入场。落尾是雷虎特技小组冲场，规个大典才圆满收尾。国军联合乐队甲三军仪队总成出场。他们是国军的骄傲与荣耀，更是国家军威壮盛的象征。接下来，在乐队的伴奏之下，国军开始操演，除了带来精彩的庆贺表演，更加以非常整齐的动作摆出双十队形。三军仪队将以整齐划一的枪法动作，配合精准走位，呈现双十队形。大会正式20点开始，今年国歌由马竞高中学生，佮有中华职棒选手来领唱。这时阵，陆军航特部国旗机队是挂着国旗为空中慢慢啊通过。
主题表演是由空军永鹰高级教练机的空中分列式开始精彩演出，展现空军的精密和高效。最后登场是由空军雷虎特技小组飞过观礼台，拖着红白拿美丽彩烟，在空中画出属于台湾的自由甲骄傲。为这届的国庆大会画下完美的句点。记者林俊梅、曾志成综合报道。双十大典闹热起鼓，今年有邀请台湾各地头的赛丁，各组表演拢真精彩，呈现台湾族群代表性的六赛技艺。学者林木贤表示，赛丁定定是结合武术，嘛是呈现英国守护家乡的精神。演变高大，除了艺术性，毛族群和平做阵、安定四方意义。双十大典闹热起鼓，今年8大团体同齐组成赛丁表演，其中台南本演了调形宫金赛丁和云林北港老土山艺丁，拢是登录无形文化资产的保存团体。台南调形宫金赛丁有100多年的历史，为着双十特别出动有80多年历史的开基赛组和第2代、第3代赛组做伙来演出，让大家看宋江山的棍法脚步。从即阵就是我所讲的，这写习作的吼，写做的，无前头因为差不多80当左右，迄个郑秋静即阵吼是阮的2代赛组。这阵是3代赛组，这第3代的梁王武帝特别率领我们赛组今天一起来参与这个盛会。另外，也有传承1架子的北港老土赛的白鹤赛阵，艺阵所举的就是传统的台湾赛，表演的时会有白鹤引导赛啊，是目前云林保留上完整的赛阵。艺术黄浩明嘛，因为传承白鹤赛的制作技术，和云林县定着做文化资产技术保存者。伊的角色是咱是来带咱的赛鬼啊，甲咱的赛头进入一个表演的迄种演出的迄个道路，等于就是讲2只白鹤一公一母，伫咱头前赛阵的头前做一个引导。今年以赛阵护台湾的主题，呈现台湾多元族群的艺阵。研究传统民俗和艺术的学者林木贤也讲，赛阵定定结合武术，其实也是呈现英国守护家乡的精神。每一个庄头呢，伊爱有家己的赛阵，佮爱练武。若拄到冤家相拍的时阵呢，出动变做是咱的这个部队。今仔日呢，咱伫遮表演。变做一款艺术，就是要来甲上好的这个人赛技艺呢，呈现到所有的民众。过去台湾历史上，因为无共族群对立冲突，发展出各种赛阵武阵，演变到今才有多元精彩的艺阵。来自台湾各地的赛阵，除了庆祝双十、安定民心，嘛毋望国泰民安。记者卢尚如、郑俊佑台北报道。今年大概有4000个侨胞登来参加双十大典，有不少人是用心打扮。青菜色水结合蓝白红3色，另外国际贵宾拢总有集团200多人，有友邦元首、加拿大、澳洲、美国的贵宾，还有日本的国会集华捆访问团有43个人。台湾加油！台湾加油！提国旗、野手欢呼，热情的20多位泰国侨胞，请家己制作服装，特别飞来台湾参加2023国庆双十大典。那这位南非侨胞规身躯的显白礼服也是亲自设计，融合青天白日满地红的配色。这个是南非的特色然后我是想说庆祝国庆嘛，用国家国旗的颜色来做。国旗希望国旗多一点。会觉得太少？是的，没错，不是太少，而是没有。我这个国旗已经用了很多年了，为什么？因为他们都没有给。大社会就爱中华民国来自辽国侨胞欢迎国庆国旗元素减少，不过美国甲日本侨胞是讲真介意今年的主视觉，也表达这摆是为着蔡英文总统任期最后一年登来支持。都很有设计，非常的有设计感，而且非常进步，一年比一年的进步。今年这个有这个5D 的效果。最后一轮，所以他做得非常好，我觉得值得回来赞扬他。就疫情的关系，5年。今年大约4000位侨胞拥有出席国庆，比去年加1倍。那各个
访问的贵宾有集团211人专程来台参与，包括友邦诺鲁总统、圣克里斯多夫总督、甲圣文森总督、加拿大国会参议员麦唐诺、澳洲前总理甲联邦众议员莫里森，参美国堪萨斯州议会众议长，也有日本立法困会长古乌圭斯带领42位国会议员的大型访问团。蔡总统甲赖清德副总统以接见来宾，感谢这么侪国的朋友同齐参与，也展现甲台湾建设友谊。记者综合报道。前总统马英九因为不满蔡政府甲双十大典定做台湾的国庆，所以拒绝参加。透早和好友谊朱立伦只会参加国民党的升旗典礼。郭台铭甲赖培霞是去台北市府参加升旗。民众党的郭文哲是以党主席的身份去总统府参加双十大典。双十国庆唱国歌，前总统马英九早起参加国民党党部升旗典礼，甲总统参选人侯友宜、党主席朱立伦等人共台。马前总统不满蔡政府偷渡大道路线，将中华民国国庆加做台湾国庆日，故在出席总统府头前的国庆大典。讲到情绪激动的所在，各无细节讲到话。在明年1月的总统选举，我们要用选票下架这个中华民国违反中华民国宪法、无视台湾人民安全的政府，重新赢回中华民国。2024大选在野如何整合正受期待，前高雄市长韩国瑜找到这边找打出甲关系斗阵翕相，办南北合摊考。朱立伦也证实有要邀请韩国瑜做副主席，要拼选战。前一段时间就有邀请韩国瑜市长来担任本党的副主席，希望一起来协助我们2024的大选。今天我也会跟韩市长见面，我们也会来讨论一些辅选的事务。金溥中前秘书长以及王建廷秘书长来做先前准备的磋商，我们也提出了3个层面、6个方向，所有的议题都是开放的。了侯友宜用新北市民身份赶场新北市政府市民广场参加双十国庆升旗典礼，甲马英九、朱立伦斗阵跳健康操，3人互动真热烈，一直咧讲细社会。升旗的时阵，马前总统佫分身像是目眶红，同款情绪激动的也有者。独立联署参选的郭台铭无去中央，也无去新北，是甲伊的副手赖培霞参加台北市府升旗典礼。赖培霞唱国旗歌的时阵，唱甲是目眶含目屎。四五广场前的升旗典礼，以我们的中华民国国旗，大家唱歌的心里都是真情真意，所以我选择这里。针对韩国瑜做在野摊考，郭台铭表示，团结胜选是赢胜选的唯一方程式。佮讲马上就出现8分建设的新希望。另外，民进党总统参选人郭天是向党主席身份到总统府参加升旗，入座时阵甲亲民党主席宋楚瑜无互动。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是无参加国庆大典。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是连假上尾一天啊！高公局表示，今仔日国道5号上北侧向为透早9点塞车，可能会塞到暗时8点。因为双十宴会伫台中，国道1号台中路段可能会塞到暗时10点。一台车耐心排队等上路，这是国道5号头城交流道，早起无到9点半就开始出现上北车潮。高公局预估车闸几天国道的交通量有108万车公里。除了公路塞车时段可能为早起9点到暗时8点有11点钟，其他国道上北的车流大部分集中在中昼过后到暗时。亲像国一上北、苗栗到湖口、国三上北关西到大溪，有估为下晡2、3点到暗时8点左右。国际台中都会区路段因为放烟火，可能有车侪塞车情形，会继续到暗时10点。现在其实雪隧内就已经有车多，国一的南屯到后里路段，因为
今天的国庆焰火是在台中释放，所以这个路段有可能从下午2点开始就拥塞到晚上的9点、10点。7月11天，伫东北季风影响之下，水汽油源真济。目前伫基隆北海岸已经有大水雨，依然也因为地形甲东北季风的作用，落雨较明显。要到拜4、拜5，东北季风减少，水汽才会大大减少。从礼拜3开始3、4、5、6日。其实水汽会越来越少，等于是说还是阴天，这个迎风面的区域还是阴天，但是过一个山，可能相对的就有机会有阳光露出，所以这样的天气呢会持续至少到这个礼拜天。另外，气象专家提醒，暗时甲透早，因为辐射冷却作用明显，气温降的幅度较大，各地气温差不多20度左右。这周末伫另外一波东北季风增强之下，北台湾部分地区也出现10度以下低温的可能。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因暗要放双十烟火，预估会有10万的人去看。警方伫中央公园附近实施大范围的交通管制，嘛安排4路的接送巴士，为着要防止停车场业者黑白画价赚片头，交通局嘛严格来稽查。警察伫路口管制交通。今年国庆烟火伫台中连续2天暗时拢活动，主场伫中央公园周边，为车口下晡2点展开大范围交通管制，一直到车早暗时10点。不过有游客到现场看规半部的指示牌，也是摸不清楚活动会场伫倒。我现在还不清楚，我刚看了几分钟，到现在还没搞清楚。要不然就是有人可以问啊，就是是不是要到那边去问？不清楚哎。台中市府预估会有10万人，动员2000外的警力来疏导交通，搁伫代替上洲站、捷运市政府站、甲水南就坐者的4个地点，提供免费的专接车，未少人行踏车都会来坐。接驳车这样比较方便，不会塞车，不用让人挤那个车位啊。4条接驳车的路线：市政府线、松竹线、水南线，还有洲际线。这些接驳车的服务都是客满的话马上就开。为避免中央公园周边停车业者趁机回起价，台中市交通局也启动稽查，若无依照协定费率收钱，就会开罚。包含给各个业者，请于连假期间务必依规收费，勿趁机哄抬价格。倘被稽查到有违规事项，将依规开罚。市府强调，起停车钱应还3900万5，不止应连续罚，甚至可能废止停车场登记证。车牌第一波稽查无发现违规业者。另外，车到暗时，市府规划为了台中之夜暖身场活动，有10分钟无人机展现，也有名艺人甲乐团演出。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国际消息。以色列甲哈马斯组织休战第3天，双方死亡的人数已经超过1600个人，有几大阵的人和哈马斯掠去做人质。以色列政府下令全面封锁加沙地区。总理纳坦雅胡阁呛声讲，报复行动才拄要开始，会互哈马斯付出代价。波塞光辉就甲起顶光影影，最高暗翻点了，以色列继续对加沙走廊发动空袭。以巴冲突进入第3天，以色列政府决定对哈马斯大本营有230万人口的加沙走廊进行全面的封锁，把所有电力、粮食、燃料还有医疗物资的供应拢切断。总理纳坦雅胡伫咧安全会议上批评哈马斯的行为就是野蛮的伊斯兰国，讲对哈马斯报复行动才拄开始啊！האויב הנאלח הזה רצה מלחמה, הוא יקבל מלחמה. התמונות של החורבן וההרס ממעוזי החמאס בעזה הן רק ההתחלה. 以色列军方证实，哈马斯的领导人辛瓦加尤尼斯都已经死亡。纳坦雅胡呼吁反对党团结起来，支持政府打击哈马斯恐怖主义。以色列接落来军事行动将会让巴勒斯坦未来几落的世代拢感到震撼。不过，哈马斯的指挥官呛声讲，加沙已经做好准备，会让党几落国家。أما شعبنا الفلسطيني يصبر ويتحمل، نحن لدينا مخزون يكفينا أشهر، يعني مش مقطوعين، صبرنا 51 يوم في حرب 2014 مستعدين أن نصبر أشهر عديدة。这场以巴几落10年来上血腥的冲突，那是双方的人民死伤真惨重，也影响到真侪国家的民众，包括美国、加拿大、俄国、泰国、爱尔兰的国民，拢伫咧攻击中死亡。另外，哈马斯也掠走800人做人质，威胁以色列，若是继续攻击加沙的民众，将会替人质做报复。卡达甲埃及已经出来要协调，
土耳其也想要做中人来调解。 Türkiye olarak tarafların talep etmesi halinde esir takası dahil her türlü arabuluculuğa hazır olduğumuzu belirtmek isterim. 美国核子动力航空母舰福特号战斗群已經駛往地中海方向，不過美國方面強調未派兵協助以色列，包括奧地利加德國已經暫停對巴勒斯坦的援助計劃，不過歐盟是無暫停援助的打算。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催告呼籲聯合國緊急介入，阻止衝突繼續惡化。公司新聞金環慶編輯。 以色列甲巴勒斯坦的軍事衝突拖起到國外，停無共兵的民眾上街頭示威對搶。有一個以色列旅遊團去埃及觀光，當地警察刷甲開槍，造成3個人死亡。另外，真濟往回以色列機班攏取消，致使海外以色列百姓想要返去參戰，嘛無飛行機通坐。 海外以色列人也以色列國旗行上紐約的街路，不過看袂過巴勒斯坦支持者一日甲旗搶走，迄日塗骹大力一直打。以巴戰火洶洶慶懸，英國駐地海外民眾也行上街路示威。雙方連馬在紐約甲亞特蘭大一家國際所在時互相在搶聲。 And we've been suffering for 75 years at the hands of a regime that is, founded on ethnic cleansing, founded on violence, and has been, erasing and displacing our people for decades now. I'm heartbroken. This is a shock. I also feel helpless. I wish there was more I could do to support them. 部分旅居紐約以色列人隨家工作囥在一邊，買單程機票拍算回國參與戰鬥。因過受到戰火影響，各地飛往以色列班機攏被取消，真濟人正在釋懷解決交通問題。回國了後，無力甲家裡後備部隊，也是只是陪佇親戚朋友身軀邊也好。在這時陣，禮拜傳出以色列旅遊團佇埃及第二大城亞歷山大，互當地警察隨機射殺，2名遊客甲1名埃及導遊死亡，另外有1個人受傷。兇手即陣已經被抓起來。 埃及是頭一個以色列達成和平協議的阿拉伯國家，兩國雖然有外交關係，不過以色列人在埃及依然是無啥受到歡迎。離發生警察射殺遊客的案件了後，以色列國家安全委員會呼籲國民這段時間避免出國，也在埃及的人是趕緊離開。國際新聞張惠敏編譯。來看美國參議院多數黨的領袖舒默帶代表團走訪上海、北京和西安。 外界認為，這抓是咧替拜登甲習近平見面鋪路。不過，舒默甲中國外交部長王毅見面的時，卻直接甲中國洗面，伊批評中國無聽以色列，顛倒去支持巴勒斯坦，無大國的班。美國參議院多數黨領袖舒默率領跨黨派參議員6個人組成訪問團，最高佇中國北京甲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會面。這是2019年了後，隔4年，閣有美國國會代表團訪問中國。中美兩國如何相處，這決定了人類的前途和命運。幾任總統都講過，我說我們有1000個理由啊。 把中美關係搞好，沒有一條理由把中美關係搞壞。外界期待這次訪問會當為後個月拜習會鋪路，也毋過美國總統拜登對後個月佇舊金山舉行的 APEC 峰會期間，甲習近平會面表示目前無安排。There is no such meeting set up, but it is a possibility. 舒默甲同齊期的參議員表示，美國無尋求甲中國發生衝突，也無希望甲中國脫鈎，願意甲中國加強對話溝通。We made clear we don't think that level playing field exists right now. We need reciprocity. That means that the American companies are able to compete as freely in China as Chinese companies are able to compete in America. 這次訪問，舒默也甲中國外長王毅會面，對中國只是簡單呼籲以巴雙方保持冷靜。舒默當面表達不滿，伊也敦促中國人民甲以色列人徛做伙，譴責冷漠和惡毒的襲擊。250 young people gathered at a dance, and the Hamas terrorists took machine guns and shot them all dead. I was very disappointed, to be honest, by the foreign ministry statement that showed no sympathy or support for Israel during these troubled times.
中国外交部伫哈马斯犯下暴行了后，颠倒发新闻稿支持巴勒斯坦独立建国，也讲安尼才会当平息冲突的办法。苏标认为，这并是大国应该有的态度。公司新闻陈慧仁编译。来看中国伫美国的外交领事馆昨发生攻击事件，有一台蓝色的车凶凶撞入去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馆的大厅，附近的民众惊甲走四散。警方表示，车顶的驾驶已经互弹死啊。透过民众传的影片，会当看到一台蓝色的轿车落入去总领事馆的厅堂。赛车的查某人大声喊问讲：“中国共产党伫倒位？”规个现场是如苍苍，民众惊甲走四散。警察伫现场有封锁线，安尼美国国务院甲中国领事馆当咧合作处理案件。嫌犯的身份、佮有犯案的动机，要搁爱调查。秘鲁的警方伫当地抓到一个台湾的诈骗集团，逮捕6个台湾人、佮2个秘鲁人。诈骗集团甲43个马来西亚人，佮有1个台湾人关伫厝内，共被因敲电话诈骗。啊，那详细诈骗金额、佮犯罪过程，要搁咧调查。美副青衫露出较偏大面积的彩色车图，这位台湾来诈骗集团成员，全部被秘鲁警方破门抓到。伫首都利马的合法主题当中，除了诈骗集团成员以外，也佫有43个马来西亚人甲1个台湾人，因是被逼点击这所在，敲诈骗电话来骗钱。总算这条自由受害者忍袂住拢松一口气。诈骗集团顶个月透过社群网站，给予立马交场真会工作机会，吸引到者，佮提早个人护照，拘禁因做诈骗，因干能伫暗时工作，逐工也干能食一顿。Estamos solicitando 7 días, que es el máximo que nos da lo que es el Código Procesal Penal, atendiendo, ¿no? Que se va a realizar un número de diligencias, señora magistrada, más aún teniendo en cuenta que son 42 agraviados que se tiene que tomar la declaración. 好佳在有2个查某囡仔到处报警，才互诈骗集团逼坑，警方超出1万多块的美金，数十支手机啊，还有金融卡。秘鲁法官下令对6个台湾人甲2个秘鲁的人，羁押7天，受害者是会被遣返。伫秘鲁也有数百个马来西亚人，互共款真好工作机会吸，最后才发现是一场骗局。记者综合报道。镜头转来到国内，双十连假各地头景点人龙塌塌甜。南投德山的指南境有民众指控一个查甫人摕手机仔甲查某偷翕，不过警察来查。这手机仔内底煞是无影片甲相片，确定是误会。有律师就提醒讲，这伫公开场所翕相就要注意，无经过人同意，可能会侵犯肖像权、妨害秘密等等的罪嫌。竟然甲男子围调的，毋但无互伊离开，还过来报警。原来这个男子被民众指控，疑似摕着手机啊对着其他的女子来偷翕。店家的老板发现，那后来就是。他们要走了，后来那个老板就去跟那一群人讲。代志发生伫9号，南投德山指南宫，只了满满的人潮。不过民众指控，这个男子来到庙前已经几啊天啊，不过却被店家质疑，疑似摕着手机仔伫偷翕，被其他的民众围调，不准离开。警方后来检视男子的手机仔，并无发现偷翕的影片或者是相片。那一个拍的先生啊，他就把他的那个手机给他看，他说他不是说真的偷拍他了，他是远远在拍他这样的，哦，可能是他看到说很漂亮啊怎样。其实还是会觉得没有经过人家的同意，好像不太好。尽量不让人家去拍到我，因为我觉得我有那个我的肖像权。那时候我在拍的时候，其实我也会特别去注意说，我前面镜头里面会不会有人？未少民众表示，若是用手机咧翕相，会尽量避免翕到其他人之外；若是要对着特定的人士翕相，应该先取得对方的同意。律师表示，翕相进前应该注意，避免违反到刑法妨害秘密以及肖像权。每个人的五官长相都是肖像权的范围，受人格权保障，所以任何人没有经过别人允许偷拍别人的长相。这份是民事侵权行为。律师嘛说明，如果去特定的人士，或者是透露无公开的活动，或者是隐私部位，才会涉及到妨害秘密的刑责。如果若是去公开场合，或者是无特定的人士影像，应该是还未涉犯到刑责。不过，翕相进前应该先询问对方的同意，避免引起相关的争议。记者台中综合报道。
来看高雄凤山一栋公寓昨暝发生3人的命案，是78岁查某厝主甲51岁、53岁后生查某囝。现场有留守买字，无排除3个人是行地路。当地里长表示，这个伙仔经济困难，老母当病，后生是身心障碍者，拢靠查某囝趁钱饲家。因伫几当前也捌行地路，互厝边发现救回来，不过这回煞是袂负主动。警方甲里长破门入去，2男1女倒伫房间内底无喘气，厝内有威士，还佫有烧炭的金炉。警方排除外力介入。当地里长讲，这口罩长期经济无好，几当前嘛捌想袂开，加在互发现救回来，这届说袂赴。或许他们存着一种家丑不可外扬的那种心态，他们基本上都婉拒各界的帮忙。看到我，较早会行伫遮甲我囡仔聊天，最近看到我拢。跳对变过，拢我就感觉异样。受到厝边救袂回来，当年关怀这口罩的领导真艰苦。伊讲，邻里知影这口罩有过轻生的念头，拢会斗注意，因有疑踪。嘛有厝边讲着，这口罩对人是真好气，不过敢若无介愿意接受帮助。社交退缩啊，人际回避啊，跟你表达说啊，我觉得最近日子过得很苦啊，然后就快活不下去了。在这个时机的时候，他就是在一种抽出一些求救的讯号。心身科医师建议，有过轻生记录者要特别注意，若当年受到疾病，还是经济无好来艰苦，嘛有可能有歹念头，身边的人就要加注意。社会局即时回应，这口罩4当前捌轻生通报社会局开案，提供的物资、急难救助等等，嘛协助来得到身心障碍证明甲新种的生活补助，后续评估因生活稳定。过当1月结案，市府拢有透过轻生防治甲社政系统关怀，后续会来联系的家属处理的扣事。记者王刘婷、柯正准高雄报道。综合报道。台中港最近10年来填海造地混跨港区，杀害渔场的范围变小，引起渔民愤慨。今年8月有上百只渔船同齐抗议，不过和台中港务分公司到达游园无共识，所以伫双十连假，渔民是搁再发动抗争。渔船顶悬绑着抗议的布条，国庆连假期间，台中市渔民发起海上抗争，59只渔船伫咧毛博区集合，而且批评台中港务分公司这几年不断吞海造地，侵害渔场的范围，煞无甲渔民沟通。台湾遮尔啊民主的社会啦，也有竟然也有遮尔啊威权的代志发生啦。因今仔日损害到渔民的权益，竟然唔免甲渔民讨论，唔免甲渔民开会，直接。就应该去，互伊的商港法庭应该去做啊嘛。我渔民讲啦，这油钱50年啦，油钱了袂算的啦。啊，你叫我愈走愈远，啊讲啊歹听啊，台中的渔民真正比台北的、甲高雄的比袂着吗？台中市渔会主张，台中港1973年建港甲搭分3期扩展港区，渔场不断去用限缩，目前划定1.1万公顷禁渔区，敢若有5000公顷左右有过赔偿。甲台北港、高雄港扩建赔偿案拢已经讲好比起来，台中渔民不满受到无共的对待。不过台中港务分公司表示，开港甲搭已经完成6件渔业补偿，今年配合经济部人员政策，吞海造地也伫咧行政院协定的台中港范围之内，一切符合规定。行政院于92年2月21日核定台中港港区范围，符合香港法规定程序。对于渔民朋友理性表达诉求表示感谢。台中港分公司将持续透过渔会与渔民协调沟通。台中港务分公司感谢渔民理性表达诉求，会继续甲渔会来沟通，人质共识。渔民讲家己若亲像是山顶的公民，强调若是无得到满意的答复，连港也阁会继续来发动抗争。记者台中报道。今年双十大典的表演，唔但有台湾传统的赛典，佮特别邀请日本东京农业大学第2高等学校的本奏乐部，也就是翡翠技术，佮有美国加州大学中琴乐队来到现场表演庆祝双十，演出精彩，气氛闹彩彩，侨民嘛讲看了感觉真感动。家人杨烈当了人的诗，是日本时代政治运动者蔡惠如所写的《宜兰梦》，讲台湾民主的历史。
关怀乡土的音乐人林成祥以永远存在的台湾为主题，唱出台湾的美丽甲伟大。总统蔡英文伫典礼讲，世界已经对台湾愈来愈重视，这句话也有侨民真有感觉。咱阮伫外国的人有无吼，足有民主的，大家拢讲，有看到阮都，恁是倒位啊？人讲阮台湾人，哦，台湾人好呢，赞呢。合作翡翠技术的东京农业大学第2高等学校吹奏乐部以日本知名漫画的主题曲为双十大典增加色彩。那画下那演奏展现充满活力、无共款的管乐器演奏，因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中心行政乐队。第二次、第三次来了，之前没有参加过国际，就是来观光，在国际观方面更能够扩展下去啊。那看看别人有什么样的，对啊，不管在艺术啊，在音乐啊，在各方面都有一些不同的素养。民主台湾，言论英雄，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公司台记台今年的双十大典，也搁一摆甲摄影片刷到总统府头前，以双主播的方式，带观众朋友做阵参与双十大典。记者龚长随台北报道。少年人愈来愈晚结婚，囡仔嘛愈生愈少。去年咱台湾敢若138000人出世，创历史新高。不过今仔日是双十节，病院的产房嘛传出好消息。台安病院透早有3位双十的红婴仔出世，那国泰病院有1位。41岁陈小姐原本有产期伫10月底，想要到因为血糖伤过悬，提早到病院催生。实在透早破腹生3300公克宝贝查某囝，意外成做国庆宝宝。阿母两个人竞争出来第一个囡仔，爸爸佫激动到后甜流目屎。第一胎嘛，然后又是女儿。然后这个女儿就是我所谓的人家讲的前世的情人哦，超开心的。昨天她刚出生那一瞬间，我还哭了，还滴了两三滴眼泪。预产期的话是10月19，那因为宝宝是比较大一些，所以说就是有提前，就是要先生出来。双十国庆日，病院产房陆续传来好消息，但病院表示，现在起已经有3个国庆宝宝，国泰病院是有1个，还佫有6个是待产当中。有妇产科医师表示，受到环境因素影响，部分少年人无愿结婚，也无愿意生，少子化问题真严重。去年台湾新生儿人数只有138000人，创历史新高。今年恐惊会阁继续下探。今年到6月30号，我们全台湾的出生率还不到6万。那去年的总 total 是138996个新生儿，所以6月底还没有到6万，是比去年还要少很多，所以理论上今年一定会比去年少。医师提醒，有生囡仔规岁翁某应该把握25岁到34岁上好生囡仔年岁，各落实定期产检，降低有新的时阵高风险，共同守护妈妈甲囡仔健康。记者综合报道。300位消防员昨暝伫凯道举办暗会，提出做工会等等3大诉求。民众党郭文哲有去现场签承诺书。国民党侯友宜派立委詹明忠做代表去支持消防员。这场活动无申请核准，不过警方是无强制赶人。但到9点半拢还未结束，才举牌经过3届。尾啊9点40，活动是和平结束。顾子安，有公安，主公会，国庆日进前开道找到暗时，来将近300个基层消防员。消防员工作团结促进会在开道举行国庆日暗会，成员在现场关声发诉求。人民把我们当成英雄，但是我们脱掉消防衣，其实也只是人而已。民进党总统参选人郭文哲也来参加，表示政府无需要将工会当作对立的一面。主工会并不是一个对执政者来讲，不应当视为是洪水猛兽啊。所以在之前都已经表达过我是赞成消防人员组织工会。郭文哲在现场签署支持上促会3大诉求承诺书，国民党立委詹明忠也代表侯友宜签署承诺书。特别是警方表示，这是无申请允准的非法集会，出动50个警力到场来劝阻，不过无强制作为。警方在暗时9点30分进行第3摆举牌警告，
活动伫9点40分到和平结束。记者综合报道。孝庆丰泰升等红头树到今已经是第7天，经过台电抢修，昨暝11点全岛恢复送电。不过，这阵要征收民众的徛家，煞找无水电甲建筑的师傅，目前等咧招4天到3天。官府嘛规划募捐，要补助居民买建材。超过17支的警方将南市居民厝内的门规个吹走，风台过了后，规个南市街路居民的厝毋是风吹倒，就是厝顶风吹走。民家厝受损的情况真严重，全岛2000多户，会当讲一半受损。这个受损的程度都不一样了，看有一半的住户都有多多少少的受损害。初到暗，台电已经抢通全岛电力，港口也清楚航道恢复海上交通。乡长讲，今嘛岛上也咧清理在后山上的粪扫，根本无能力会当修缮厝。台东县政府表示，已经向劳动部通报南市需要修缮厝的人力需求，同时招募协助加收入户修缮厝的职工，需要的材料费用在1个开立拨款口子，提供各界捐款协助南市受灾居民。中建家园。那至于这个灾后零工的部分，我们也会将核定之后的即时讯息会公告。那就业服务中心也会协助来做这个灾后零工的招募。开设专户的这个部分呢，我们目前也正在跟乡公所那边联系接洽中。台东县政府表示，已经提供南市受灾户每户5000个吉兰慰问金，也毋过乡公所估计，包括渔船损失甲民家需要的重建经费，可能达到1亿，需要各界斗3工。记者综合报道。农业部为2021年到2024年提出100亿基金改建的计划，鼓励国内饲猪场改善污染的防治。分林拢总有1195个的饲猪场。目前超过2成已经改善好势啊，不过补助申请剩上尾1年。政府是呼吁农民要把握时间。包装的地方会当予猪的排泄物纳入其中，减少清洗猪条所产生的废水，并透过智慧侦测系统调整电风和水源，要防止臭味飘散，让养猪的空间保持清气，提升养猪的有生率。猪条的臭味有无？100%降落来像30%。啊，伊即个育成率提高啊，伊就是予咱即个密闭式条状地板、密闭式注射，安尼，予咱即个环境更较好，育成率更较悬。云林县养猪的户数1195场，饲猪的数量大约156万只，占全国1/3。但过去传统的猪条，大部分拢是按摩头实生的地板，还是开放式，也造成饲猪的臭味飞去外面，影响空气品质。农业部为2021年提出4年100亿基金的养猪场改善计划，目前云林县已经有300多场进行改善。我们大家去争取了，已经22%的养猪场已经进行改善的部分，那将近还有70%多的那个养猪场没改善，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希望我们继续努力，然后改善我们养猪的环境，也让提供国人最好的猪肉。农处表示，这几年来环保意识抬头，饲猪的饲养店因为设备老旧不堪，污水池的容量不足。产生环境污染，造成民怨。现在透过饲猪100亿基金的计划补助，会当改善吐舍环境。目前计划剩最后1年，还有饲猪农爱把来申请。记者吴为报道。三川门通常是大庙才有的建筑结构，不过伫屏东的南州有一位老师傅，伊替细间的经庙开发三川门的设计，嘛拢会到现场亲身指导少年辈安怎制作，希望把这项技术传承落去。伫咧屏东南州乡的这间工厂内底，老师傅当咧指导要安怎设计经庙，已经有60档经验的人核准，为着互庙仔会当方便运送起造，毋但开发出无共造型的模组，搁甲原本大庙才有的三川门结构，运用伫咧中小型的经庙，互规模较细的庙仔，嘛会当有8样的建筑特色。我们在运送的时候都是需要在路上，所以宽度一直是我们没有办法突破的一个点。那后来我们董事长突然有个灵感，想说，那我是不是可以把我本来没有办法突破的这个横向的想法，就是把纵向的把它转成横向这样子。所以我们就后来想说就来开发这样子3个门的一种造型。三川门就是经庙的第一殿，如果号做前殿，就是上外面有3个门的建筑空间。通常造型拢真显目，装塔上复杂搞工。老师傅坚持好的工程品质。
逐日拢亲身到工厂巡视，完全看袂出来已经85岁啊。一生会当啦，讲在你这个世界上会当来创造一寡一般的有较特色的工课，的日日食到82岁，我嘛还要搁想要做工课，因为一生在世间短短念伊过，啊，咱甲做一个留念。除了三川门的设计，老师傅也发挥创意，开发无同款形式的景庙，甚至佫创立家己的品牌，希望会当有愈来愈侪少年人有兴趣学习，甲这项起庙的技术传承予后代。记者综合报道。国立台湾艺术大学成立一个画壁画团队，希望把这壁画斗斗起来，真做报道在地文化风景。今年秀纸因来到第4站屏东的潮州，就乡亲智慧画壁画，用艺术传承在地记忆。阮色彩画多样，展现亲子共同读册的温暖画面。台湾艺术大学的壁画团队平岛图，趁今年秀热来到屏东的潮州，找在地乡亲做伙增塔家己的社区。就是想要壁画环岛这样子。那后来我们讨论之后，决定要用社区活动的方式，跟社区有更多的连结。就是除了我们自己来作画之外，我们还加入社区民众跟我们一起完成。现主时，潮州的潮南社区当咧推动亲子共读，台湾艺术大学的学生就对这个风气设计3代共读的图样，让大家来画。这回就连当地潮南国小嘛来加入。校长表示，这款活动会当培养囡仔对社区的认同感。当然，我们也希望透过我们整个潮南国小的孩子一起来创造。一起来参与我们整个一个社区拼导图的这样的一个计划，让我们整个潮南国小所有的孩子对我们的社区产生一份的一个认同感跟归属感。用拼导图这个口号名称呢，拼起他们的希望工程。那他透过帮我们的潮南社区共制一幅美丽的图画。壁画活动除了展现社区的特色，嘛增加人甲人之间的互动。发起人表示，希望团队会当继续为台湾用艺术传承在地的记忆。拼导图，把回忆拼好给你。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嘉义县举办头一届的台语季自头讲起。因专工找新港的北管团武凤显来合作，利用囡仔册小解北管的历史，民众阁会当亲身来建造北管。来的啦，才会晓食肉、食山珍，看戏、看蓝潭。也就是说，行啊来。老师用这句台湾家语，向大家小解北管戏剧迄当阵伫台湾社会所代表的意义。大人甲囡仔嘛透过这个机会，甲北管乐团做伙演奏，大家拢感觉真深刻。应该是大佬吧，因为伊的声上大声。就借这个讲利用这足好耍的这个北管的音乐，来带动咱囡仔，互囡仔学到这个北管音乐传说，借这个机会来学讲台湾话嘛。嘉义县第1届台语季邀请新港在地北管乐团武凤显，利用绘本的方式来讲囡仔故，唔那小解北管的乐器，欣赏北管的演出，嘛，互因知影新港武凤显的历史。透过这体验的过程当中，互大家知影讲，台语就伫阮平常的生活内底，嘛会使透过这体验的过程，互囡仔明白到阮在地文化。囡仔来用台语学万事万物，因为阮的目的就是要囡仔会当用台语，毋是干那讲生活中讲一寡简单的物件，当囡仔会当用台语学知识。因为去学校拢无咧讲，拢讲国语，对，所以来遮就是豆豆学啊。武凤显讲，百外当来新港的北管，一直拢是用台语来做传承。台语季的举办，唔但保留着在地文化，嘛，互台语的学习增加多元的内容。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2024年奥运要伫法国的巴黎举办，目前当咧无用政治环境，不过阁有侪侪问题需要赶紧解决，亲像无障碍设施欠缺，阁有密室航海严重，另外阁有塞纳河边的侧搭，政府要求因搬走了后，要安怎共赔偿？坐轮椅投球可惜无入围，为了鼓励民众购买明年8月28至9月7日伫巴黎举办的帕运，法国总统马克宏坐轮椅伫帕奥门票开始卖进前拍一场友谊赛。
tous les billets sont à moins de 100 €. Donc c'est une super occasion pour voilà, découvrir ce sport et vivre. 除了帕运，明年7月2日至8月11日的夏季奥运是法国人100年后搁再举办的大活动。根据预测，在奥运期间，巴黎每天会有4000至5000个新障者爱坐车转车。不过，首都地铁站敢若9%有无障碍设施，所以坐轮椅的人甲总统请命，因为因认为无障碍空间的改善进度上，巴黎操场的侵袭愈来愈多。为顶礼拜5间学校被迫关起来。早短短几天，目前已经有7间学校关起来。为了奥运会会当顺利进行，法国政府已经召开少年线的会议，掌握操场变例数量的情况。On a constaté une recrudescence depuis la rentrée. Environ, on estime à 30 à 50% par rapport à l'année dernière de supplémentaires. 为了在塞纳河边举办奥运开幕式，法国政府要求河边有450年历史、拢总570个旧册单爱搬走，双方演变成紧张关系。这个册单是要求政府爱赔偿因有可能的收入损失。Ne sont pas installés de manière homogène. Vous savez très bien qu'il y a des interstices et que une foule compacte sur les quais aurait tendance à s'agglomérer à des endroits où on peut voir la parade et ça poserait un certain nombre de difficultés de gestion de foule qui peuvent avoir, on l'a vu à Séoul, en Corée du Sud, des conséquences extrêmement graves. 不过，原来有巴黎议员批评政府，讲拆除册单是想要毁掉公共空间私有化的努力，因为不管册单拆还是唔拆，只要是人济所在，都会有人流管控的风险甲难题。公司新闻新乐部编译。法国伫印度洋的属地榴莲王岛，是会当互观光客体验含海洋做伙受水的所在。不过，当地保育团体却是咧推动点点看海洋的计划，希望游客莫去甲海洋搅扰，点点啊看就好。会当伫准备就看到海洋，甲因活甲遮尼近，已经互大家有够痛啊！但是来到榴莲王岛佚佗的游客，毋但安尼尔，佫会当跳入去海底，甲海洋斗游泳的属地榴莲王岛，是全世界真少数，互人会当甲海洋做伙受水的所在。但是为了要保护当地的海洋生物，袂因为观光客的人数伤多，受到过度的干扰。当地政府甲保育团体合作，推出安静上海洋的计划，规定袂使有伤侪只上海洋的船，拢潜伫咧同一个范围内。而且一摆袂使有2团以上的人落去水底看海洋。保育团体又有专门的人四界巡逻，提醒大家爱注意规定。Pour les observer comme on ferait en safari terrestre, c'est-à-dire se poser non loin et dès qu'on les voit ne plus bouger, rester bien groupés pour être le moins dérangeant possible, afin que les baleines aient le loisir de s'approcher de nous et de choisir de quand, comment et combien de temps l'interaction aura lieu. 在当地政府甲保育团体的努力之下，榴莲王岛附近的海洋数量这几年一直在增加。根据科学家的观察，因伫今年用卡梅拉所翕到的海洋有至少400几只，是有史以来上多的。保育团体希望观光客会当好好遵守规定，用负责任的态度来参加上海洋的活动，才会当互更较侪人继续享受甲海洋斗阵受水的快乐。记者甘美玲编译。天气报你知，下晡晡温度变化，咱来看各县市的详细资料。北部地区24度到27度，中部地区26度到32度，南部地区27度到31度。东部地区25度到30度，华岛地区21度到27度。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下晡新闻，我是陈怡芝，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